Illuminating Story Star。而家就等我哋嚟一齊做一個5分鐘嘅廣東話正心呼吸練習啊！而家邀請你合埋眼，坐得舒服，腰骨挺直，慢慢放鬆身體。我哋而家一齊做3個深呼吸，吸1，呼1，吸2，呼2，吸3，呼3。然後可以想象一下，我哋嚟到一個大草原，今日嘅陽光好溫暖，而你都剛好見到一棵大樹。我哋而家行去嗰棵大樹度，慢慢坐低。我哋可以感受到我哋嘅頭部、背脊同埋我哋嘅腳都緊緊咁樣貼住棵大樹同埋草地。我哋再做3下深呼吸，吸1，呼1，吸2，呼2，吸3，呼3。而家我哋可以嘗試感受一下今日太陽嘅溫暖照射到我哋嘅面上。我哋今次將雙手放喺我哋嘅心臟上面，再做3下嘅深呼吸，吸1，呼1，吸2，呼2，吸3，呼3。然後再感受一下自己嘅心跳聲。最後你可以將雙手攬住自己，畀自己一個好大嘅擁抱。我哋亦都可以將雙手摩擦一下自己嘅手臂，然後再將雙手放喺自己嘅大髀，做多最後3個深呼吸，吸1，呼1，吸2，呼2，吸3，呼3。然後將我哋嘅手指、手板慢慢摩擦一下自己嘅大髀，慢慢咁樣打開你雙眼，適應返房間入邊嘅光線。I am here and now。我專心專注在當下。